创意料理哦，这个影片专辑，这怎么进来的？现在要提倡吃素了啊，素食环保救地球 ，vegetarian food，vegetarian diet。and vegetarian food 了哈，你看这个啦，这个叫做短片频道网了哈，厉害啊！一年超过10亿次的观看次数。你看那个关键字是加个井字号，然后在频道的社群贴文贴了，然后发布以后点按，一点按就跟这个标签有关的影片资源都会整理在这里，整合在这里，所以这个叫做影音资料库了嘛，影片专辑，世界各地主要都是用中文的啦，也有日文的哦，可能向外国人介绍也会出现英文的，然后但是创意料理就是中文啊，只是还可能有加其他。影片标题可能有各国文字都有啊，所以可能会出现。你看这里有出现那个不是中文的，有没有？刚刚要看到日文了，所以就可以看到可能世界各国的，或者是世界各国各地使用中文的，他们的创作影片都会传上来，这就变成影音资料库了。现在要提倡吃素了啊！现在要提倡素食环保救地球，素食防疫防新冠肺炎、防瘟疫啊，增强免疫力啊，还有环保，还有救地球，还有不跟众生结恶缘，还有培养慈悲心哦，培养慈悲心哦，比较不会生病哦，比较健康哦。